各位翠圖閣嘅街坊，大家好。3月14號，一場由聯署小組自發舉辦有關屋苑更換升降機嘅交流會，引起咗唔少業主關注。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回顧當日重點，從法律同程序角度了解少數派業主而家面臨嘅情況。我哋先請今日兩位嘉賓打個招呼。各位翠圖閣業主同住戶，你哋好，我係聯署小組代表。3月14號嗰晚交流會，我都有喺現場。今日希望可以幫大家整理翻當日嘅重點，俾大家了解清楚。大家好，我係一位翠圖閣業主街坊。交流會當日，我都有親身喺現場，聽完之後有唔少擔心同唔安樂嘅位。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下點解我會有呢啲感受。唔該晒兩位，咁不如先由你哋聯署小組講下。點解會係3月14日搞呢場交流會？好啊，其實主要係因為見到3月28號嘅業主特別大會越嚟越近啊，但好多街坊對議題內容、背後程序同財政影響咧，都仲係好唔清楚噶。咁聯署小組希望提供一個平台，等大家喺投票之前呢，可以有機會聽多啲、問多啲、知多啲，之後再自己作判斷。咁又交俾呢位街坊講下。當日去交流會之前呢，其實心裏邊係點樣㗎？係有啲咩擔心，先決定一定要去聽一聽。老實講呢，一開始只係喺大堂啊 WhatsApp 群組聽到有人講換升降機啊，又話有特別大會，又有唔同議案啊。但係越嚟越唔明，我心入邊會睇咧呢度係自己住緊嘅地方，係升降機又係每日要用如果出錯或者使多咗埋單咧，都係我哋業主要俾嘅。咁所以聽到有交流會可以直接聽佢哋點講咧，我就覺得最好親身走一轉，自己聽清楚。咁嗰日現場其實有啲咩單位出席，對內容公信力有冇咩幫助？係噶，咁當日咧，我哋特別邀請咗嘅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主管石亞穎女士、荃灣區區議員黃偉傑、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總物業經理黃振宇先生，同埋當日有超過80位街坊到場，目的係希望唔係淨係聯署小組自己講，而係由相關政府部門、管理公司同區議員一齊喺同一個場合裏邊釐清事實。係啊，嗰日咧，我哋台下聽其實感覺都幾唔同。平時好多嘢即係聽人講啦，但係嗰晚係民政事務處代表自己出嚟講啦。咁有一啲以前以為理所當然嘅嗰個做法咧，其實原來可以係唔恰當啦。呢點對我嚟講幾大衝擊啊！咁你嗰日收到3月28日特別大會通知嘅時候，有咩感覺呢？我知道大家近排成日討論緊一個議案一嘅字眼，可唔可以講下呢？係啊，我3月13號晚收到通知，睇咧留意到多咗一個議案一。放喺聯署小組提出嘅議案之前，內容大致上係叫大家先投票，決定同唔同意討論聯署小組提出嘅議案。我作為一個業主，第一個反應係，咁即係話有啲業主好辛苦夾到5%聯署要求討論啊，結果仲要先俾人投票決定啊，俾唔俾你講啊？坦白講呢，我覺得呢種設計呢，好似係加多重關卡啦，令少數業主想發聲呢都變得更加困難嘅。想知道民政事務處代表當日對新加插嘅議案一有咩正式講法呢？係啊，咁石亞穎女士喺交流會上邊對呢個議案一都作出咗幾點清晰解說。第一，法例原意係容許最少5%業主聯署，要求就屋苑事務召開會議提出討論。第二，因為召開一次大會涉及唔少成本，法例容許法團喺同一場會議加入其他議題一併處理。但係今次議案一嘅設計係要求業主先表決係咪討論由5%業主聯署提出嘅議案。咁石女士明確指出咧，呢一種做法咧係唔恰當，而且咧係有違立法原意。因為平時我哋對程序唔熟㗎，多數都係信法團安排。咁再加上咧，就當日管理公司嘅黃振宇總物業經理亦都有講，呢項議案一咧係由法團嘅法律顧問陳俊華律師行提出。換句話講，呢個係一個經過法律包裝嘅程序安排，而家竟然係由民政事務處出嚟話
呢種做法唔恰當，甚至有違立法原意，咁我就會諗係原來之前呢，我哋一直以為呢理所當然嘅安排呢，其實可以係錯嚟嘅。近排成日聽到聯署小組叫大家3月28號一定要早到，甚至要1點提早1個鐘。作為街坊，你聽完交流會之後，又點睇呢個呼籲呢？聽完之後，我覺得呢個唔係誇大啊，因為依而家安排呢，佢哋大會預計2點開始，但係登記通常要時間啦。如果早到嗰批人已經完成登記，投咗議案一，而稍為遲一步到場嘅業主仲排緊隊，咁一旦議案一被否決，後邊幾項由街坊提出嘅議程就直接冇得再投票。好似我呢啲要顧家庭要返工，即係未必可以準時到場嘅人嚟講，真係會好擔心自己一票會被程序吞噬咗啦。咁所以聯署小組咧都想喺度再次提醒大家啦，3月28號當日咧係要盡早到場，最好大概下晝1點到咧就去到登記。我哋咁講唔係想製造緊張，而係想實際咁提醒每一位業主，如果你重視自己手上嗰一票咧，就要預多少少時間去登記同排隊。係啦，另一方面呢，講到工程啊，一定牽涉到利益申報。你哋喺交流會上聽到相關解釋時候，自己有咩體會呢？我聽到今次升降機工程涉及金額咧超過1000萬，會覺得咧咁大筆數，如果有人同投標公司有關係，又冇清楚申報，之後出咗事，咪全部業主一齊埋單啦。唔係話一定有人做錯咗，但係至少應該要有清楚機制，等大家放心。係啊，咁石雅穎女士當日亦都有特別指出，法例規定只要採購金額超過20萬蚊，就必須做利益申報。今次升降機工程遠遠超過呢個金額，所以法團更加有責任執行有關申報程序。利益申報唔係針對任何個別人士，而係保障整個決策過程公正，亦都係俾業主一個交代。咁係之前大堂張貼有關於授權票嘅標示，想問下你哋當時係點睇？同之後係交流會聽到民政事務處澄清，又有冇落差呢？之前見到嘅寫法係授權票要授權俾法團認可嘅人先得。我本身係有想授權俾我屋企人嘅，但係睇到嗰啲字眼就好自然係會驚自己填錯啊，又驚唔符合規定。但係呢個交流會當日呢，就聽到石女士講嘅，就所謂授權票嘅授予對象須經法團認可，呢種講法根本就冇法律依據。佢就係咁講嘅，業主有權授權任何年滿18歲、精神健全嘅人士代為投票，唔需要經過法團批准。嗰一刻，我真係覺得之前嘅說法係會令業主卻步，根本係兩回事嘅。而家大家都見到大堂嗰啲相關標示其實已經好快收起咗啦。咁聯署小組咧，亦都係一直建議街坊啦，填好個授權票之後，最好影相傳遞。咁事先要同被授權人講清楚，同埋提醒對方當日一定要出席。咁如果咧管理處咧就有打電話俾你啦，喺對話中出現任何傾向性表達，建議你可以簡單記錄之後咧，再視乎嗰個情況向管理公司高層或者我哋聯署小組反映啦。都想補充翻先，我哋目的只係保障業主嘅權利，而唔係要製造對立。咁另外呢，好多人都關心緊市建局嘅資助，想問下當日聯署小組又係點樣同街坊解釋嘅呢？我哋當日都有向在場街坊作咗簡單講解，根據對市建局資助計劃嘅了解，工程費用咧會由所有嘅業主咧按個份額咧係先行墊資嘅，咁業主咧係要先俾錢嘅，咁之後咧市建局咧就會按工程進度咧係分階段將資助款項撥入法團嘅賬戶噶，最後咧再由法團安排退款俾各業主。咁另外咧，至於60歲或以上並且係自住嘅業主，可以申請最多5萬蚊資助。咁但係要留意翻呢，呢筆資助係實報實銷嘅，同樣需要先行付款，之後再按程序分階段退回。如果單位係用嚟出租，就唔符合呢項資助資格。我又想講呢，作為要個個月供樓交管理費嘅業主，一聽到要先墊資呢幾個字，我第一時間會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咁我哋每個單位呢，大概要預幾多現金出嚟先啊？係一次過要俾，定係分幾期？如果要等市建局嗰筆資助先退翻，實際上要等幾耐先翻到我袋呢？尤其而家
經濟環境又唔算特別好，好多家庭都係啱啱夠用。如果突然要拎一大筆錢出嚟頂住，就變成真係一個實際嘅壓力。所以喺我角度，市建局個資助計劃係一定有幫助，但係絕對唔係完全唔使自己拎錢出嚟先。究竟要先俾幾多同幾時先冇得返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每個業主都應該係投票前搞清楚嘅實際問題。啱啱講到市建局資助係要先墊資俾錢，咁另外你係交流會，聽到有關招標同承辦商背景，關於佢哋過往嘅工程資料，又有咩睇法呢？有講到法團喺上年10月24日已經收到部分投標公司嘅過往工程資料，即係話去到週年大會食飯當晚投票時呢，咁呢啲資料其實已經喺法團手上。以我一個普通人嚟講，會覺得建工都要睇工作經驗啦，做咁大工程更加想睇承辦商係香港有冇做過類似項目，表現係點。但係結果係我哋業主喺投票前並冇攞到呢啲資料，我就會問點解？尤其聽到其他屋苑咧會將承辦商過往工程資料貼出俾居民參考，咁比較之下咧，難免覺得唔係太透明。係啊，都想講翻法團確實喺2025年10月24號已經收到相關資料，但係最終係成個評分過程咧，過往工程經驗並冇被納入評分項目之中。我哋唔係想講咁結果一定有問題啦，而係好實際咁想問，如果當初咧將過往工程經驗納入評分，最終揀承辦商嘅結果又會唔會唔同呢？唔該晒兩位。另外咧，提到有關法團嘅財政方面，當日都有提到一啲數字。作為要交管理費嘅業主，聽完嗰啲數據又有咩睇法呢？咁我講下先啦。現場有講到啦，由2017到24年咧，管理費增加咗41%，但係同期儲備只係增加7.7%。我聽到咧就會好直接咁睇啦，我哋交多咗咁多管理費，但係儲備升幅反而咁少。再聽到據講期內用咗大約400萬做額外維修工程啦，但係喺居民大會上面又冇太多詳細解說嘅，我就會擔心啦。咁而家即係再加埋升降機工程嘅成個屋苑財政嘅承受能力係咪足夠？其實聯署小組手上而家都只係有帳目嘅頭尾數字，係冇完整細節嘅。咁所以係交流會之後呢，我哋都有正式去信管理公司，要求跟進7項同業主權益相關嘅事項，包括公開更多投標相關文件、澄清授權票嘅法律規定、確保管理處喺會議前保持中立、監票程序公正透明等等。但係截至3月18號啦，我哋仍然未收到管理處就上述要求嘅正式書面回覆。係啦，聽講聯署小組亦會參與法團委員會選舉，呢點可唔可以同街坊簡單交代一下呢？係，我哋都想借呢個機會說明一下，我哋聯署小組將會派出守護翠圖團隊參選法團管理委員會。我哋團隊分別由8位唔同專業背景嘅業主組成，包括工程、會計、法律、物業管理等。我哋嘅政綱好清晰，推動翠圖閣管理走向公開、公平、透明、睦鄰互助，嚴格監察屋苑財政運作，完善招標程序，同保障少數業主發聲權。最終點樣投票，一定係由各位業主自己決定。不過，我哋真心希望各位街坊可以支持我哋團隊，等關心屋苑、願意公開透明做事嘅人，有機會入到法團幫手把關。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兩位同我哋分享，亦都多謝各位街坊肯用時間去了解事件。都再喺度提醒大家，3月28號係翠圖閣業主特別大會嘅日子。記得當日下午大約1點左右就要到場登記入場，唔好等到2點先嚟，否則有機會仲未登記完，議案1已經處理咗，後面嘅議程呢就冇機會再投票。無論你係多數定少數，你手中一票都係你係屋苑事務上發聲嘅權利。請大家認真了解議題之後，作出你認為最合適嘅選擇。如果想重溫3月14號交流會內容，或者了解更多背景資料，可以掃描畫面嘅 QR code 瀏覽聯署小組網站，加入 WhatsApp 社群，或者睇返會議直播重溫同常見問題解答影片。再一次多謝兩位嘉賓同各位街坊收聽，希望係3月28日能夠見到大家。